最初睜大眼睛，看到身影不懂認，然後我大笑大喊不停，旁人極高興，是我首次能任性，似想不生的眼淚要盡快哭清，也許感到在世間路程全是山高水深的險境。呢間屋咧已經有100幾年歷史噶啦喎，頭先呢個 staff 咧就介紹俾我哋啦，咁我哋睇下先。Thai massage 呢度咧就大約有8張床啦，入到嚟好舒服啊，好香嘅香薰味。最初哭了便誕生，已很想去問大人，誰令我在這世間光臨，從來未應允，為那種意義降生，我該開心亦慶幸，每日每天等到終點以後，我的靈魂還未知可會再踏紅塵。人其實怎麼長大，未必懂性，已說靠英文取勝，為何要我學明朝歷史便會聰明？學完什麼懂感性？那個碰缺腳踏到最快會盡興，怎麼有需要與我隊友爭勝？其實為什麼長大，什麼保證我有競爭的本領？曾也想